书法家专心写毛笔，现场有音乐演奏。这是安平开大天后宫元月8日，将伫咧庙埕举办的上春联活动，邀请陈吉山、卢伯荣、郑有茂等8位书法家现场写春联，还有准备茶艺专区甲歌乐演奏。安平天后宫有要来举办这个云土迄个墨印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有3个主要主题来做，一个第一个就是写这个春联来敬献互咱遮大家信众，这大德去因厝来带一个吉利来迎接新的一年。先煞在这个时间甲咱中国固有的这个文化品茶品茗让先煞来泡这个上好的这个茶来敬拜咱的妈祖。非常感谢咱安平开来天后宫针对这个优质公庙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支持咱也希望讲过年期间莫讲大家拢放炮，也希望讲当举办这个较文艺的活动来互这咱的信众也好迄个来共同来参与，因为咱也会当感受到讲安平妈的这神威啦希望讲咱这乡亲好朋友啦利用过年期间会来咱安平开台天后宫来拜咱迄个安平妈祈求咱新的一冬会当更较顺利东港民众提出春联了后，需要进入妈祖宫参拜，感谢安平妈慈悲正目，庙方阁会赠送4号吉恩品。伫茶艺专区，嘛有准备200个杯仔要来烧送。主办单位欢迎民众伫8日活动当天来到安平食茶、听音乐、求春联。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